伊咧是欧洲的野王国有237种无同的品种。不过研究发现，气候变迁引起野火甲高温是严重影响这寡野的生存。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的科学家去测量100年来5万只蝴蝶标本的重量，模拟出气候变迁的过程，互因的体型愈来愈细这个变化。科学家讲，蝴蝶是一种对环境的变化有高度敏感性的虫拖，高温互食物的花期愈来愈短，蝴蝶的食物愈来愈少，体型嘛对咧变细。希腊是欧洲的蝴蝶王国，有237个无同的品种，真侪阁是当地的特有种。今年热天，各地一直出现野火，甲蝴蝶幼童寄生的食物烧掉，互幼童面对直接死亡的风险。以后嘛有可能因为会当生拖的生虫无够多，逼这蝴蝶只好徙去其他的所在，维持家己的生存。科学家讲，一直凊悬的气温，当得威胁希腊蝴蝶的生存，逼因徙去较凉的所在，但是伫遐阁要面对欠食物的难题。公司新闻，王慧文编译。